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美国 FBI 10大通缉犯，就是 Mexico 大毒品枭雄，叫做 Carol Quinto 被掠的这个消息 ，Mexico 海军顶礼拜就证实讲，因已经掠伊起来吼。这个 Carol Quinto 伊捌创立国际卖毒的集团，被公是毒品枭雄中的枭雄。伊过去咧捌虐待、杀害美国掠毒的这个干员，被美国看作是刀口目标。人讲到伊即阵被掠起的消息传出了后，美国表示会随来寻求引导。这清查真普通的查甫人，却是犯下战争刑案的大毒犯。墨西哥海军15证实，美国 FBI 10大通缉犯之一，墨西哥大毒枭卡洛昆特罗，被将近12年后，顶礼拜五伫西北部西纳罗亚州被掠。69岁卡洛昆特罗，1980年代甲其他毒贩组成瓜达拉哈拉贩毒集团，伫拉丁美洲势力正大，被叫做毒枭中的毒枭。1985年，伊甲共判战争杀害一名美国缉毒人员，震撼美国司法界。历史2个关系紧张，相关事件阁被拍成影集。卡洛昆特罗了后被掠入监，伫墨西哥服刑18年，不过因为司法问题被放出来，搁贩毒。美国就提出2000万美金的赏金要掠伊。There is no hiding place for anyone who kidnaps, tortures, and murders American law enforcement. 墨西哥海军顶礼拜巡线追查，各地一只受过训练的拉肯麦克斯协助之下，伫树林掠到卡洛昆特罗，不过掠过程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参加行动陆战队员的一只乌鹰直升机不幸落落去，结果14人死亡，1人受伤，原因还佫有待调查。虽然卡洛昆特罗这几年伫国际贩毒款的影响力已经无遐尼大，不过伊被掠依然真有意义，被送到墨西哥州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美国司法部是证实，未马上寻求引渡。公司新闻是欢迎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韩国外交部长18、19伫咧日本访问，要修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另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9就要访问韩国，那会见韩国总统，嘛要去看这个 LG 这个公司加强经济合作。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这阵降温创新纪录，效应是一波接一波。英国全国发布紧急状态，表示讲这2日会更较热。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和 Washington Post 拢报道，德州枪杀案，警察现场作为是系统性失灵，现场单位拢总被批评。再来继续来关心这个乌克兰和罗西亚战争，咱看到讲这个礼拜时间是乌克兰举行一场全球拢在关注的这个丧礼，主角就是被罗西亚攻击不幸过往4岁唐氏症查某囡仔，伊被攻击进前，老母是带伊出外，却被罗西亚炸弹轰炸。查某囝是过身，老母即阵也重伤住院，到今拢唔知影查某囝已经过身。伫咧丧礼头顶，老爸是斟查某囝来烧时，场面是有够哀凄，嘛要互全球人拢知影，这个战争有偌尔残忍。倒伫棺材内底，这个查某囡仔号做丽莎，伊穿白衫，婚书边仔佫有花佮红仔，看落袂输是困去尔。因老爸上尾一届佫甲斟一个，徛伫边仔的亲戚朋友，大概是靠甲。丽莎今年才4岁，住伫乌克兰中部文尼察，有唐氏症。10日迄天，因老母带伊要去做语言的治疗，毋过煞伫路面拄着罗西亚导弹的攻击，丽莎甲其他23个人不幸过往。丽莎因老母重伤，佫当伫住院。亲戚朋友到今也毋敢甲即个悲伤的消息甲因老母讲。礼拜因伫教堂举办丽莎的丧礼，送伊离开。民众嘛见证战争受偌尔无情甲粗残。战争毋但致死家破人亡，也佫有真侪动物破防放杀，敢若会当四界流浪。为乌克兰来的动物庇护所的工作人员，前一日去已经变甲哼哼嘻嘻的马里坡，抢救这防放杀的猫仔。Часть животных находится в очень печаль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Мы их подбираем, они истощены, обезвожены, не могут есть. Вроде и хотят есть, вроде не могут. Раненые животные, с осколками животные. 工作人员讲，马里坡受到战火的损伤，即马涂骹底还佫有地雷。要帮助这个调伫遐的猫仔，都要冒生命危险。估计目前城内也有3000只猫仔，已经抢救600多只。不过要安怎替这个猫仔找到新的主人，是头壳摸咧烧的问题。Самая основная наша проблема это то, что нет больш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семей, которые хотели бы взять животное.
и большой сложности с вывозом. На границе можно простоять 12 часов. 部分较好运的猫仔透过网络媒介，陆续靠猫仔庇护所甲因收容。不过有更较侪流浪的猫仔，伫战争的地区的流浪，成做战火之下无辜的受害者。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过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阵是大动作哦，伊开始开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长，搁有这个检察总长。伊讲咧，有证据通好证明讲，这两个机构内面有60外个人内神通外鬼，勾结罗西亚。 Сьогодні я ухвалив рішення про відсторонення від пос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та про усунення голови Служби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7日突然间发布影片宣布，已经将2位政府高阶官员辞掉，就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长巴卡诺夫，一个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娃。理由是这两个机构内面交给俄罗斯已经立案的案件至少有651件。 Зокрема, понад 60 працівників органів прокуратури та Служби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залишилися на окупованій території і працюють проти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被撤换的乌克兰国安局长巴卡诺夫甲泽伦斯基两个人做囡仔时阵就做阵佚佗，而且是几多年的好朋友。正入政坛进前，两个人也是演艺圈的工作伙伴。也毋过俄罗斯入侵了，咱无大声哈尔松，无到1礼拜就伫咧完全无抵抗之下，互俄罗斯提起，甲首都基辅的激烈对抗差真多，也互国安局正受批评。另外，泽伦斯基也讲。 自战争一开始就开除哈尔科夫高阶安全官员，这么也正式完全合理。 Зібрано достатньо доказів для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 цієї особи про підозру в державній зраді. Всі його злочинні дії задокументовані. Усьому, що він робив протягом цих місяців і також раніше, буде надана належна юридична оцінка. 根据路透社报道讲，乌克兰犯过案件数量之多，会当看作正面临着俄罗斯渗透的巨大挑战，因为乌克兰正甲莫斯科伫咧进行一场生存之战。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 快来关心美国德州众议院委员会咧，是针对今年5月德州枪杀案发布调查报告，认为这警察有真大的问题，尤其接近400名执法人员拢伫咧现场，所以因为错误的决策造成悲剧，根本就是体制性的失灵。 若讲采取更较坚决的行动，是会当拯救性命的。也毋过，迄阵包括边境卫队、州警、市警、地方治安部门、甲中央部队，拢总372名成员去到现场的时阵，却因为伤过害的决策失误，其中包括警员得到的错误资讯，甲警方参请求对立的时阵欠冷静态度，使之情势真混乱，将机会造成悲剧。 If we need a simple phrase to describe what the report says, again, I would tell you multiple systemic failures. 德州众议院委员会发表罗布小学枪击案调查报告，认为为第一批警员到现场，一直到凶手死亡，经过73分钟，这尔长的时间，互人无法度忍受。报告指出，迄天3个出入口无锁，内部也有真侪门拢无锁，这个门关起来，看起来亲像真安全。凶手煞会当真简单就入去，其实是非常危险。 That day, several officers in the hallway or in that building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dying in that classroom. And they should have done more, acted with urgency, tried the door handles, tried to go in through the windows, tried to distract him. There were many officers at that scene who were either denied access to the building, were told misinformation. 这份我8十页报告，真侪批评拢指向乌瓦德辖区警长无情停止等待调查结果的阿雷东多，因为伊无掌握现场情况，甲所有的必要资讯，佮无指挥做出正确的决策，也无其他人甲伊参详情势，也是提出建议。当一名轻装备警员到现场，却毋知影要安怎作为，会当显示规个执法系统的应对是害了了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正线伫只看，要搁带大家来看讲英国首相候选人，咱讲礼拜已经进行第2轮这个辩论，目前剩5位参选者对抗中国，已经变做是一张牌吼，5个人激烈交锋。其中咱讲印度的移民后代 Sunak， 即阵随风领先，不是个比第3名这个外交大臣哦 Truss 来质疑讲，过去甲未来这个经济政策拢歪向中国。伊问这个 Sunak， 你感觉认为讲英国爱扩大和中国来加做生意咧 ？Sunak 就真紧张回应讲哦。你知影我实际上支持对中国审查观点，嘛知影中共对英国国安是真大威胁。不是个咱讲趣味的来啊！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伊就讲哦，其他4位候选人对中国立场是伤过强的哦。独这个 Sunak， 伊讲伊是务实的这个候选人，引发外界来讨论。另外讲到英国保守党党主席之战，拜3就会淘汰3个人，剩2位候选人，竞争是愈来愈激烈。英国首相强生宣布请辞了后，虾米人来替手？保守党党内竞争是真激烈，目前经过国会议员投票淘汰，竞争者已经为11个剩5个，其中支持度上介悬的，正财务大臣苏纳克，在第2轮的辩论当中，加做大家攻击的目标。争论的焦点就伫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敢是来减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Rishi, you have raised taxes to the highest level in 70 years. That is not going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I'd love to stand here and say, look, I'll cut this tax, that tax, and another tax, and it will all be okay. But you know what? It won't. 苏纳克反击，特拉斯主张透过借贷来替减税提供资金，帮助人民缓解生活成本的危机，表示这并无符合保守派理念，是社会主义的作风。也另外一个主张有限度的减税，而且讲伊是唯一一个会当伫后一届大选选赢工党的领袖史坦姆的国际贸易副大臣莫丹特。嘛，甲目标指向苏纳克。And it seems that we're removed from the real problems that they are facing. They need some immediate action now. I don't understand why Rishi doesn't accept that. 另外，莫丹特嘛，甲另外一个女性的参选人，也就是前边顶事务大臣巴登诺克，针对下性别的议题展开辩论。虽然5个竞争者伫经济甲外交等等的议题立场是无共款，不过去问到这条的时阵，大家意见拢共款，无人举手。If he wished to serve, who here would be happy to have Boris Johnson in their cabinet?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接抓这几天，每一天会有一个候选人互淘汰，到拜3敢若剩2个候选人，上尾谁会出线，会交予保守党的党员投票决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另外讲到这个欧洲温度伫咧称悬，尤其效应是一波接一波。法国西南部41度的这个高温哦，野火烧袂停，有16000多人赶紧被撤离。另外，西班牙和这个葡萄牙啊，因为破纪录这个高温，短几工之内已经有几若千名人哦，热甲热伤害过身。英国气象局即阵嘛发布头届这个红色极端高温警报，嘛咧表示讲18、19这2天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破纪录温度。大火伫风势助长之下烧甲真猛，消防员伫地面努力拍火，空中有无人机甲直升机一直压水甲组建者。法国西南部一轮特性的2个野火，为12烧甲即马已经烧超过11000公顷的土地，包含游客甲居民在内16000多人被迫撤离。不过因为一直高温甲大暑，但即马火依然无停止的现象。Alors c'est un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compliqué en effet. On a une sécheresse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avec des quantités d'eau qui n'ont pas été assez importantes du coup sur l'hiver et sur le printemps. Un mois de mai particulièrement sec et on a aujourd'hui des températures qui sont particulièrement hautes et nous les vivons aujourd'hui, vous le sentez tous. 南下部分地区这次气温增加41度，法国气象局预测10月气温可能会创新高。为空中画面眼看到乌烟一直向顶悬升，水上无人机为海上输海水，向山火来掠，包含米哈斯山脉顶西班牙各地有30多个野火在炭烧。伫葡萄牙顶礼拜4高温增加47度，打破当地7月份纪录了后，虽然已经小可降温，但过拜2北部依然发生一场大火，在几天内，两国有1000人因为高温甲野火死亡。No cabe duda que 40 grados aquí lo que está haciendo es dificultar que el fuego se apague. Pero claro, el cambio climático al final tiene que ver, pero en el mundo entero.
英国各地海沙堡拢是人咧耍水，因为天气实在伤过热。18或者是19，英格兰南部可能会超过40度，形成历史纪录。英国气象局专家捌伫2年前预测30年来气温，在高地气候变迁影响下，自2050年英国热天上悬的温度会到40度。想未到煞提早18年到位，当局已经发布红色警报，呼吁民众无必要唔通出门。公司新闻王亚峰报道。同款来关心环境这个问题啦吼，非洲国家苏丹最近事件炼金，济人咧想要大趁钱，所造成严重的这个污染。看到讲这个采矿区附近有济囡仔，是突然间无法度行路，嘛有一寡这个拄啊出世的这个红婴仔，身体拢总是各样。居民拢认为哦，这炼金仔的时阵会产生真侪有毒的化学物质，包括水银等等，会造成人体这个大伤害。嘛，或者当地囡仔一出世健康可能就拢出问题。这么细汉，今年倒伫眠床被叮当，住伫苏丹北部尼罗州的阿瓦德阿里讲，伊的查某囝2岁了后就袂当叮当。الثانية لقيناها أبى تقعد بنشيلها نحطها قدامي كده فوق قدام السرير بتقعد فوق يدي بتقعد شوية تقلت أبى تقف تاني والحياة لها يعني صحتها تامة ما في أي حاجة جسم معطل。阿瓦德阿里的囡仔毋是唯一一个出状况的，伊大个双头有22个婴仔一出世就失明，也就是脑部受损。国民认为这甲当地乌金仔有关系。苏丹因为经济状况无好，这几年大家开始咧乌金仔，全国差不多200万人咧乌金仔，希望因赶紧好起来。突发炼金的产量达到全国8成，不过产生化学污染，比如废弃的水银，所以对当地生态甲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科学已经证实，水银会损害神经、消化甲免疫系统，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水银的威胁提质甲幼婴的发育，就算当地自2019年就禁止金矿业使用水银甲氰化物，不过执法商各无管理，乱象依然存在。الآن في مشكلة كبيرة جدا جدا مواجهة المواطنين في المنطقة دي وجود الكميات الضخمة آلاف الأطنان من هذه الكرتة أو الريزيديوز بتاعت التعدين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مزارع。当地专家指出，今年尼罗州就差不多45万吨含有水银的采矿废物，即嘛无解决问题，会留几啊年以上。因为离村伤过成人，加上矿商甲政府关系密切，监管单位迟迟无作为，居民只好无奈忍受乌金仔带来恶梦。公司新闻徐焕玲报道。生活报尾啊，要带大家来到香港看讲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今年咧是已经3年无办这个实体颁奖，今年是来恢复。已经过身导演陈木胜因《怒火》啊得到最佳影片，伊本身咧嘛得到最佳导演这大奖。刘德华是代替银幕来领奖。另外看到这个自传性电影《梅艳芳》是摕到5个奖，包含咱讲女主角。王丹妮伊摕到最佳新演员，伊就赶紧感谢伫咧天顶的梅艳芳。另外看到咱台湾的这电影《美国查某囡仔》得到最佳亚洲电影。另外咱嘛要来看讲这个谢霆锋爸爸谢贤啊吼，伊即阵是85岁得到最佳男主角，创下历史上上悬年岁纪录。加强主演的杀出一个黄昏描写，真理老练的杀手找袂到出路的悲凉人生，摕到拍电影70年来第一座男主角奖，也是香港金像奖史上上高龄影帝。加强早伫3年前获颁终身成就奖，头一摆皇帝比后生谢霆锋晚10年，是出来第2位影帝。谢霆锋真主单主演的《怒火》是2年前着刚过身的导演陈木胜的遗作，摕到最佳导演甲最佳影片再来4座奖项是本届大赢家。同款提走4项大奖的智齿女主角刘雅錫头一摆入围就拍败影后级的姜丽、吴君如登上新科影后，为选秀歌手成功转型做专业演员。伊致辞时阵感谢导演李宝瑞的专心信任。我人生第一次，对，直至今天我第一次。真的非常认可我自己是一个演员。梅艳芳今年传记电影抱走5项大奖，是获颁上侪奖项的作品。主演梅果的王丹妮摕到新演员奖，扮演姐姐的廖子瑜得到最佳女配角奖。
甲5军女主演妈妈的神奇小子的17岁影大新人王浩勇，伊演出帕运电竞赛金牌得主苏华伟的少年时期，摕到最佳男配角。今年的终身成就奖颁予柯冠文。伊为拍电影以来成就幸福家人，尤其感谢家后的正能量，也继续用喜剧来鼓励全香港公视新闻优秀粉朋友。世界带路家要带大家来到法国 Paris， 咱讲遮哦，逐当7月到8月会举办这个圣那边啊，咱讲巴黎海沙堡节，大路顶就铺沙，互人感觉讲真正来到海边啊，海沙堡的这个感觉吼。另外，互民众伫咧市中心就通享受度假的气氛。有大大机车日头的花仔线，还佫有海边啊专门伫互人倒的梯椅，真侪人拢是穿游泳衫行来行去。若无甲你讲，你可能会叫是这是倒一个度假的海边，其实是伫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的边啊。巴黎对2002年开始，每年7月到8月，拢会伫塞纳河边举办巴黎海堡节的活动，将一部分原本车伫行的马路封起来，伫路顶头铺沙啊，布伫甲亲像一般海边的沙堡同款，民众会当伫遮晒日头，享受真轻松的气氛。若是要耍水，路边都临时创好的游泳池。另外，主办单位嘛有安排各种活动，民众会当伫塞纳河顶头搭阿比亚车、过船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会当耍甲真欢喜。Pour ceux qui ont la chance de ne pas partir du tout en vacances, je trouve ça super aussi, puisqu'ils peuvent rester à Paris et puis profiter de points d'eau, de jeux, pour les enfants, d'activités, de buvettes, de manger, voilà, donc non, c'est bien. 若是在地的巴黎人，连来法国佚佗的观光客，嘛感觉这个活动真好。And it's really privileged to be here, like on this sunny day and at the beach. You can enjoy it here as well a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每年热天拢会举办的巴黎海堡节，到当已经有20档啊。尤其是即马 COVID-19 疫情也未完全收煞，佮加上法国的通货膨胀率真悬，生活费用起甲真惊人。对一寡无法度去外地度假的人来讲，会当伫市中心就享受到这种度假的感觉，真正是一项真大的福利。记者感恩恁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